亲娘，家何在呀？心有难关，满目前呐。第一眼来，应有意啊！何所故？冲宫变太佛明年呐，穷天宫，穷天呐，宫啊！哦呦！哎呀！天雷炸，响啊！天啊雷炸响，不拉紧，风罗夫一声中啊叫，不为来谈那破。那破名字心疼痛啊！求为何把万岁来定错？自落的。妻离子散情门秋，此个不将为战士，闻声言为甘言么？独自妹啊！
对啊，那样的空口啊，哈，会路亚错口，错到10分变2张，啊，你这没事办咩啊？哎呀，太硬啊，因为你都没吃东西咯。因为你，是兄弟给此事太硬，一主之重，不可太慢，等下太硬爱松口，也对啊，老爱大点子势，来，我调开不应来，别你。哦，原来是中员外呀！哎，你来要做嘛嘅啊？咦，
地主之中，今日前来送迎。身为本地方特意太财主，当然爱亲身前来杨家张车啦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你派中傲慢太哦。挨个派错，哪敢太过太人呢啊？哎，太人，你带嘅係西来水枪，我带嘅係社會嘅奴婢，係兩般相比呢？一年頭嘛，看來係平多。莫喏，太人，你張西沙，我機槍啊帶了5沙。哟，喂，見睇啥？用眼見指示太人啊！難道係下酒去咧？看來是酒咧。啊！點人嚟睇聽我去啊！哎呀，也位小五子啊！看俺后生用好心思断剑，看送了太后的长春呐！原来这夫人还奴婢呀！哎，你万幸在母了后，此言没有出头的一点哦。用我有几天啊？呀一时，中天中啊，应中明十不天，寒对路落，从其前路将秋啊。昨日本台已作诗，已是话言啊，不在此苦哎！你个死奴婢呀！啊，爱死呀！迄批为是，不可冒犯了太人他强的牙血。嘿嘿嘿嘿嘿。太人才送前腿干见下一礼。免礼了，太人下官清净的何故哦？也为小姑娘啊。你可比呀，阳春那花蕊，太开呀放啊，可看么此啊亲啊，新娘啊来望啊。
主啊，上啊，莫笑言，莫言百世已更年，珍惜性命为土日见啊！人当我来讲啊，嘿我错枪啊在天啊！头头太年嘅讲嘛该，唔讲唐嘅事啊！嘿，要问到文明法，一只前路啊，天初不能了解。简单来讲，如果啊，莫怨天来莫怨地，把是命运老乃是，楚天老人做奴婢，唔就你命，对唔对啊？哎，秦推官，哎你按我技术一枪，三姐，原来你的了，还有三妹，你去爱到笑到我死啊！太年啦，莫老爷条奴婢都非口杀，一条啊，如果唔是个粗俗之人，唔得嘛个太头哩。你讲嘅话啊，一定就像尼龙唐雷公，有听没有懂。啊，原来太年爱安抚民情，下官言批同你。爱么？太宁压天下，上南上北满途航，民工家境来最聪明，主力春娘啊，江山最水该含笑。供养此事，供养此事，多受伤啊！老子也该追呀来发，赞你呀紧呐！我多用树木来查你那情，看春呀梦游嘅木土，风港中天嘅空，雷魂天平来爱送啊情，山川秀丽人素类，天面不安爱就去呀成话里哟，回头爱本前推个那年，你的太年有个自高啊！也大备冷酷，两失手，贫贱之苦，俩三太问题呀！难逃你全莫话风范，一出啊你呀！西奴婢呀，你压根老爱下走，看俺用把修炼你。嘿，太大，难道你个眼泪就冇王法了吗？哎！两位天高奉天，你同爱共谋法，你喺马上，那位来的三叔压下嘛？呀，为如何此事换太年呐？哦，汉太医在下有礼了。没了。今天看在太人的面子上啊，莫让你迁怒给高，表你一马，强攻你长老你算是啊！哼！
愿太爷出手相救。什么你哦，太爷？放起来，大家放起来呀！真的放心，我放生命到此，本是为民而来呀。哎呦，你闺女都个小个有个冇的，实在很冤枉哦。下官已推官，天为上下判罚。是啦，爱人命啦，马上有法度做得救爱的。专讲我来解决这个苦难，唔是在高见他你。唔掂也掉，要买困难嘅素材，做得老老虎爱。因中姊妹去三鬼木街边拜拜好冇？哎也掉啊！我老公过的咩？这条移民啊，唔是多费口舌功夫啊。家下几条讲，我去哪位呀？一定我去拜恩宁朝主最灵显嘅三山鬼王。三山鬼王，张起鸦片嘅百姓啊，傲慢神性敬拜嘅土教神明，一定相信三山鬼王会来救苦救难，为人民百姓解脱嘅苦难之中。原来是三位山神呀！一切听得到。我满国的文章，如土传扬，崇德礼仪，寄生文章，统统一个意思，还不如庙道基本的三尊神像。好咯，俺来推一条希望，给三位的神仙。三清三净三宝天尊领法会，风强天地水涌，西经神仙做万有戏，文武群真地领法会，求助众生求书，再求书，三求书。弟子
送我归吉乡，困境你发言，骗我。回九天，我乃金山连结，名山九贤，涂山求尊，山山归王是也。也。陈鹏初隋朝建国，功成身退，死后在三山各自现身，披示为三神。今有老鼠数年不开发结果，我等多次四风条，公义顺出中去，使得老鼠开发代替神回。来到法通，太我金山，私下封神，代替条佛也。春风吹痛，安永通。条你分开，年方穷子自天，因不归，家的不离，面永吧。太我名山赐下一贤，代替孙英也。轰动隆隆，安土春回，开勇代替代是一呀听啊不。求名求利，开公平。太仆涂山赐下令神，出众旗下也。
相逢记后心，记也后心。群英杀气敬言人，敬也言人。可谓阿姐金万岁，太气人存。谢金贤。罗素法规，太提神会了，妙啊！什么呀？这种酒里数数啊嘞！哦，海七家叫掉一转一切困，天公你走条路还会无限之差哦。也唔系先来做官，结婚太热吗？真系老夫啊！你系三山贵王嘅信徒啊？啊？哎，哎呦，俺哋家下张本县结束睇听听，你还有假死狗嘅狗子，本人哪转去身是平安啦？不是，哎呦，不是，唔是下去哪转去？你将来到车主，爱是你水土不服，俩狗子说的就唔系我呢度的。就是呀，上班嘅我呢度哦，咩系哎呦好嘅啦。不是下去啦，哎，哪去？你就感谢你了。爱来问那条啊，你三山贵王真见会保你条平安无事吗？呀，佢也做得保你条脱离苦难吗？苦难？啊，哎，你有嘛个苦难啊？哦，你也答起啊，有三害苦难啊，恶誤、未了，還有貧苦嘅問題呀、啊。各位百姓啊，来看，原来是孔子门神，以孔门道同技术，
生杀刺激，思想上推崇医学，你就放心。第二，危机关头，我用性命担保，替为上下判罚，来为亚斗。哟，你在哪去？有没有按摩礼貌啊？哈？了，这一束枪矢，咱系松松枪，请问你是何人呢？此题属复杂。哦，据我所知，三山神灵原是托高神仙，本出自托家。托家界天人合一的思想，还有遗嘱感，受到世人的兴趣呀。也托高地多，虽然有托好的成本，但是仍然不足以代表传达老种思想。你也都要有通天之法，能才是说百相雄言啊！张黑意思。你看你四腿子，一概儒家，推用文艺在托，文托给下给观点嘛。身上贯穿一种儒家的勇敢，在这个土地修养与土地中磨练呐。用自己的言行来树立标杆，使得后来人从良心中学习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呀。反对尊义排富，淡中牺牲，招来恶运，批变朝主啊！我乃是人民的一族之宗，你都是百姓心中的信仰之神，几位读到咯？爱看你一个医生，老你托高的神仙，不然将了庙堂老给当作是考场，原来彼此各代你相如何？哦，亲神之哦，但不得爱比莫介用板比法。三重的彼此，天日朝助恶误，天日刻刻明亮，天山平千之苦，三重天生派，看马沙能得救百姓出苦难之中。看你啊看你，你俩从比试倒台是为了嘛介呀？为了，我依家正是救命出苦之托，托付乃是风不无失之高，爱何以论调，胸膛一盖，明明啪啪。哦，看来反复批变官之事，既是贵都市的怒气啊！人就此欲听，给三种为何呸！
马一冲来马一冲。问下，为年佛14年4月初2，朝主此时婚仪，以一左一右，投恶孩子潭水，也因我使用一个字也。此是贤才给黎民，朝汹涌出世，也因穷事，被千杀乃至，岂无归呀？对哇，
又係乜嘅前嫌啊？怒气冲冲，过门王。我一拖你来伦敦冲，头次跟彼此爱背诵。俩鹏係何以來了啊？唔愛政策，係乜嘢？你係頭同嘅彼此。自然係我為上，你為下。啊！你俩扮不离为哪一种？为哪一种？何出此言啊？分明因喜爱投下作用，口念暗自恶解文中，巧以太来干巴基，怎能解劝我离开秋宫？你是看過我唔跟你講嘛？你俩只問我兩位談嘅事，你搶一次作用，佢歡喜就來唔出咯，兩位很離開呀。記條為何會離開呢？那係我哋在水中再三慶祝，又招請了洪峰水嘅地靈波通啊，增強我倆異己他鄉嘅。這麼
了。天意从彼此，俩朝中天灾不断，欠米欠粮是民不聊生，而我各出奇招，再必一场。你老乃强用强面鸟，一攻就不欠呐！哎呦，同族强子也可恨。太人啊，数次拜访，莫带个好礼来相见，应送菩萨表身心。太人之族是有福，小小金牌庆功喜。此事闻名归天下，以纯真足敬天意。银环一对送准家，终年来临在我身。一送有关表心意，祝你官运亨通。风调雨顺，海燕何时？你呀对哇，听歌客气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本个来到朝主啊夫人，忙啊要大要应该记情言，你身三春来叫啊了面呀面把插东港天明。相亲，本干今日来要壮士，送梦中为典礼来促成。我的太人有嘛个事情需要爱你，只要爱你做得到，天气才说不迟啊！亲好，亲好啊！天灾不断啊哈，这平民百姓。欠民欠粮，民不聊生是喊苦连天呐！唔怕唔怕，记住我，山山开梦，山山开梦啊！祈求神明保佑，记住就平安无事嘞。嘿，此骨头春梦此后，难道也得我做金金，看见了妖死黑毛啊？再生是体，牙齿两人，太人嘛个意思啊？哎，本个意思，希望你了见下拍面拍完啦。这太人每条不愿意听说，一朝主地梦难感中，书成不假。要往年呐，都会考一条更米更粮，张年土国难啊！错啊！爱你平常时见了不少哦。哎呀，山川难土。哎呀，你就是没钱呐。
无钱，又无面。哦，今日条树上嘅金银珠宝係哪位來嘅呀？这嘛，啊，奇珍异宝有千多，但是玉米就黑么？冇，安用好。既然你講有不卡，無緣又無面，不如就按用先。你哋要係下下一上嘅知己，睇落寶送走朝廷兵民在前，證明你哋條無能力和政治百相，作為正品，你想用版獻啊？清好，清好。可以，批下之筆，本記得親屬下下司機，順勢係敦樹因。你看，俺这是下的以后啊！哎呀，过年还特殊呢呀！哎呀，下的艺术的好事啊！走嘛！哦，蹲树荫哦，好了，蹲本你。蹲树荫就蹲树荫。嘿，讲嘛该？干嘛？哎，俩条天命无分好事，老爱你有嘛个关系呀？哎呀，哎，爱你呀，有十分就好啊！就是呀，各守门前线，莫管他你哪双手。一人一家派，有时是应该啊。老人啊，嗨，也天灾不断，书生不嫁不相疏类，又有穷途重逢，明日到去到每家每户去人来瞧，然后爱走那穷途。做咩？走嘛该啊！随便落来哪个木卡？光明做哪穷途？穷途？哪木卡冇穷途啊？往内瞧啊！走唔得瞧，走唔得瞧啊！呀，为看有，走唔得瞧啊！全部老爱放起来！啊！呀，就係哪木卡嘅東西，你凭乜解放起來啊？哦，你呀，係你親筆手下嘅司機，既然無了無面，你啊條就係馬街啊！你呀，係強拖留下嘅總部，我係全數清點，送到朝廷處理。充滿玩笑！哎呦，愛嘅拍面啊，愛嘅拍面啊！哎呦，都唔得瞧啊！把士兵病苦，命人嘅啊！哎呦！
一重，各派一重，下来天生苍嘛，就爱论天生派咯。第三重是朝主平迁之苦，但不知看太人对此有何过论呐？你行嘅用贯通，乃行爱该通好跳啊！呀，头毛强，强家嘅本领之家，插起咯！心思重，情多不爱想，一种种，山外放爱路是明梦中当，谁知青年后退风啊水中。名将我已杨了，身兼钱财是未撇用。唉，后叹朝君多年就缺仕途，黎民目的所贫穷。请推杆何差来了。爱此您托所最聪明，大地上看鬼灵，把你来一块看在您来行呀行路，行路爱小心哦那呦呦嘚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，哎，下官一众行神经过太年，罢了。也如何？我下官派你的事情向太年公布。啊！一旦努力，暗枪只有卖30个铜钱呐！啊！哎，也是两片心肝意眼，算是买卖公平啊！请问各位的副总，哪一个副总有买努力的呀？蔡总的大家拢有啊！我都有啊！系呀，系呀，系呀，哪敢冇啊？哎呀，用呀！两位太人，我哋要上咩马嘅屁咯？哎呀，两位太人啊，跟出全部嘅俸禄，我去一看，哦，好同物嘅啊！哦，原來係需要人數幫忙，略簡單。文堂太人為到培育當地以身之體，意見合同，實在令人欽佩。唔知太人是要多少嘅奴才，挨你做得名派前來，正以太人才見啊！哦，係用錢號啊！本官才子辦破，官府獻出豐源期間合同，開辦了後，
凡努力不满15歲者，就身做工，下做入學堂。所有嘅眾人必須以此事行為責必究啊！阿公嘅老孫的見禮呀，岂有此理呀！哎呀，太灵呐！呀，条迁怒，终身自作苦功，何用读书写诗呢？哎，唔係終身做奴才喲，強姦以後寄養地債，跟努力所過嘅工錢，那係刁萬件賣身嘅家私，便可以托祖賜佑。乜嘅事情啊？太灵啦！唔讲某件事嘅講下你，只讲子夏春義心，八相宜，真靈通，主幹之言，記記是見，太靈啦！之言呐，你不要讲嘛该一名呐，真灵通，有头黑之皮呀，是自根本呐，爱天爱天学高法。夢啊！怎么还抽犯？哼！这天怕地不怕，连风天机都唔惊，你要用完对付佢啊！陆家子弟，
水江飞面上，就用一家之头换一家之身。哦，给太啊刚啊，天为民呐。不枉此恩仇啊！我那老云是金是银呀，一高张啊！头痛数不出名声。对春风哦，传大亮。送进那神呐，一个两个秋啊云呐，上市啊来见呐，天为天，云啊为天，不由天，来不由人。空不念，高不见哦，天啊神安，公神明。太爷，太爷，太爷，事情不好了！到底发生了个事情？哎呦，空空蒙蒙啊！今早村上幸福买，晴空明月有心怀，几条红衣风风一轮，南五路小轮一彩。不讲太年天边
鬼卡客的，我神见讲此事。也都是无稽之谈。你听，再去封建社堂相亲啊！要得。哎呀，太灵啊！请问你古代的名传，在公水中名传，当年你跟中央万有啊，有为了洪水翻腾，为求咩龙宫中翻身。哎呀，一时之间，有我在暗中的传闻啊！万有名传，天下众生看到龙的救恩，将咩龙都传来了。听你讲，也会传言用万人相信啊！只怕咩空穴来风，一下棍子间啊！有件事情还是不做开样啊！那个事情莫做黑呀！太你听我的，为啥基用地在青梅娘凤婆吗？我那个凤婆，你妈都来看你会讲的什么？你娘可悲呀！那是私禁之言，传到京都，对太宁不利呀！私枪之言，还用办啊？私禁的宁武公，太宁侍奉努力，本前送后头，拜拜入门，有神棍好，可爱走口。哎呀！春风春风，明不明啊？是非穷贱呐，穷我心嘛。看你爱一心，给你拿拿，三门内满上一片啊，今日街上一马。恶心謠言，思路顛啊，一服低呀，斜風面啊，是講嘅是非。天啊，岂不是吹灰呀？来轻怕啦！你
可用快马送回佛印之先。退好吧。云似铁云，且归何用？千峰一角，一忧伤。哎呀！再见呐！给你恩的片，来连连呐！你上上寒呀！那个心肝爱呀！你呀，那个妈呀！我的红衣呀，你呀，为父的红衣呀。爱的那位呀，我对你得你下山呐！败了啊！相恨意，年逢七夕
复苏死，终身相信，并从之。昆平电影，蔡朝中，死刑如何？天下知。历经分海，恶风浪，300边关，梦魇梦。多朝中，不敢沉沦，挨徒珍重。自望天生我材，错福一方。爱命送一次了，太爱下为耶稣你也会惊死啊！哎，连凤天都唔惊嘅人，也会惊死哟！我那要惊死呀！你唔系讲到木子就连下来呀？我那是惊死嘅人啊！我可以身为一个义家，做得为国为民杀身义亡，死得从义泰山。不过不能用板呐、做唔得，行啲人山登落，有死一件事，死得暗用强义父母，死得哎呦喂呀，见死我！你俩以前为干两手前锋，累极起义，素平汉呐！红绫。
嘛。谁可不本来中意年头，当你无啥好看脸目，几挂我来归故里有心买命啊！人心买命。罗松天哪！俩朝主唔就是你嘅故里呀？边关后嘅你已经系人心卖命，你太亮嘅两片土地，真系上天落土啊！我身在何处？又该望哪位意呀？山嘅蔬菜就是人嘅蔬菜，水嘅喜处就是人嘅喜处啊！一同其实也有相同之处啊！何处相同呢？就在山水之间，一家烟筒，人长落山，自长落水呀！自长命他死里，民间才是必是烟火，一同头不是老水嘅心之汹涌，不落水你何痛啊？文冲敦厚，臣闻公益，被他勉励，你无忧无虑。老三嘅心智汹涌。古老山，你好看呐！虽边天不知，何必对饮一场？不断坚皮的精神，三清莫混冲，又如何形成了身份公义的品质啊？孔子。老三岁嘅自然特点，老人嘅个嘅品德，敬米兄弟，用此言之名来教化人类啊！给托好呢？托家，你三年。干天心，而家嘅山水系人化嘅山水，加定山水来讲，君子该品德，俩托家山水么？山水顿系此年山水情。要明白人心，一如家规范天，也许托家回归本心。你家
欠判嘅寄托，係在我基礎之上嘅朝野。你家嘅山水係德性嘅山水，他家嘅山水係朝堂嘅山水。人才太天不由人心，但是失去了自由，又会失去了本性。姑苏。你家在山水，可安身的命。山水，可抽托以前，而家仲嘅歸還來天。